993位得獎嘅同學，仲可以同大家一齊咧慶祝呢一個獎項成立咗20週年。咁多年嚟已經見證咗17400位同學獲得呢一個殊榮，同埋攜手可以創造一個更有正能量嘅香港。一齊為努力喝彩，向住我哋嘅夢想啟航。今年係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成立20週年，能夠喺呢個特別嘅年份成為得獎學生，實在意義重大。多謝校長、老師同埋教練對我哋嘅支持，以及提名我哋獲得呢個獎項。有呢一個獎其實係俾一個肯定你身為一個學生運動員嘅一個榮耀嚟嘅。但我嘅座右銘就係堅持不放棄，總有得着。一齊飛出我哋嘅夢想路，找尋夢想，展翅高飛。